另外，伫台南嘛有证据，这是台南有机员讲，伫台南市的消防局因为一台载前的勘查车，若这个勘查车的牌仔摕落来了后，就是一般的轿车，所以有风声讲有内部的公务员甲当作私人的轿车在用，甚至佮甲车驶去不适当的所在。也佮有民众即马嘛有人定证讲，消防人员有人收红包，目前市府的政风处拢在调查。出去车贴，一walk进车门就直接吸到。顶面的名条表示台南市消防局载前勘查车，另外一边是写关键人的名单。也毋过只要摕落来车驾私人的车同款，并台接到真情。这台由二小关键的公务车，亲像方公器私用，几下摆互人看到出现伫无应该出现场所。我们来看所有的大队，只有这个大队这台车是这样放一个磁吸式的在那边，用意何在？那到底我们的消防局有没有去了解到说他出勤的时候有没有登记？他去哪里有没有登记？甚至连上面的一个警示的灯也不见了。民代讲，真侪先行人关车互消防局过去，毋捌听过车身的名条标示开落去，就这台车的名条大无2个月就落去。改用出去车贴来取代，互伊真怀疑，要求市府彻查，也接到民众反映，消防人员亲像收红包。这不仅是情跟理而已，这法所不容了。所以说，因为送的人有，收的人有，中间的钱到哪里去？这我觉得应该就查出来。那对于勤务车辆捐赠标示，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。针对公务车使用部分，也将加强稽查。防指控的公器私用的车，属于台南市消防局第5大队。队上目前有6台载前勘查车，大队部大队安检各配拨3台。市府回应，无管将公务车使用还是收红包，拢已经违法，会请市府政风处、消防局政风设定单位全面彻查，也会全面盘点国内受证车辆、确保车辆标示完整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